哦，我就冇乖講。耶路，你还没他家妈都被讲没？我食好笑呀！那個我弟弟，我去拄我朋友人食飯嘛，然後伊講哦，你即咱伊去日本嗰邊啊，啊去那邊唔是講食寒呢，啊，有時咱去迄個食寒嘅位嘛，咪是有迄個高山鎮呢，对对对对对，係凹下面吼，啊然後伊朋友呀，伊甲伊之前嘅朋友啦，用 iPhone 嘅，應該是 iPhone 5還是 iPhone 較舊啦啊，4S 嗰時啦。啊，去迄邊哦，完全未開，哦，一條五八反正完全未開，一落來到叫做講平哈，对对啊，对，有我講嘅位都 OK operational 哦。altitude，你看伊个 box 伊有写伊个 operational altitude 诶有 list 的嘛，你去小管里边，有呢些吼，哈，你哦，它是伊 certain pressure 伊会做你甲了即有咧 product 有咧，这 depends on 你 product，tapi 伊个 range 无相嘅。你去看哦，因為我就伊我 specs 就意講咗伊 佢物 specs 件，有寫，我真係唔使。伊 specs 個講哦，嘅就我都奇怪，我都做麻煩嘅，我可能成日不要說數啊，你 typically 講係煩嘛？I mean 嘅 I 哦，我發覺到你真係阿 John show off。I mean 我發覺，等陣啊，就係 OK，冇咁樣。OK，嚟諗咪講古嘢係 OK。OK 喂，古嘢我昨晚baru ke haunted house. 喲 OK 啊，hantu Mia story 啊，hantu Mia story。哎，青子到到咯，青子冇 join 啊？各位聽眾，歡迎你能夠在到啲那邊嚟學見你節目。這個禮拜，我會講幾個故事。我會講幾個故事，就請我哋特別嘉賓起來講幾個師傅，sorry，講幾個師傅南晒。歡迎南晒。Happy Halloween！了，歡迎老椒菜店啊！大家好，個歡迎老椒豆嘅。大家好。OK，有聲啊！แล้วก็金配老椒歡迎。แล้วก็老椒炸狗。大家好，驚炸狗嘅聲，我唔知嘅聲架錯。大家好，แล้วก็定阿吉歡迎。Happy Halloween！又我使，阿 John，阿 John，我係聲是接龜，安怎青子無來啊？但係叫我 try to answer 伊個 call 時，我 got lock out from here 咧，我個 rejoin again，唔知係咪數伊未接先啊？可能未知，我唔知。有看，特別伊未接伊個 call 啊，到啲這裡嘛？嗰啲 Skype，呀，哈。OK，過一間，我被 call 是 Skype 啊，這個OK，我 call 到這 Skype 嘅人咯。什麼？有OK，嚟講幾個事。這裡定不當機，這裡當咩是 Halloween？毛毛菇冇來啊？冇來。毛毛菇去香燒，去啉酒，去啉酒。所以伊 continue 白都去啉酒。對咯，伊講南西係伊嘅，講係。我後面 Skype 裏面Skype 特別嘅咩事情啊？你名咩？是我。你是誰？我叫我是名7號。啊？7號啊？ 7號。好啊。
背後啊對，佚佗你頭一擺來哦。我是第一次嚟。哦，啊，即你冇去你 Google Plus、Google Hangout 啊？不過我係嚟冇好笑。哦，OK，所以用 Skype 會使，本來你會聽到人嗰啲人哦，你聽到合併嘅人哦。係啊。我聽唔啊，會使。OK，你頭一擺啊，佚佗頭一擺來。頭一擺做路人咯，了啊，主要我是舊年聽見嘅。哦，舊年你安怎找到嘅？安怎找到邊啲學見？你好，我是白阿龍嘅。哦，你白阿龍，แล้ว阿龍介紹你啊？我actually 是當初來。哦，當初你不拄過我啊？啊，想是下次就是咯，下次就是你舊年來過來嘛，對無？嚇。啊，你人一班舊年對過來嘛，了下暫時下面是我是做 office 裏邊嘅。哦，特別你唔是到 office 嘅鬼啊？好啦，哎呦，呢度 office 我嚟啦。他邊我這裡數了嘛，了好像看到一班啦，誒，數按嗰個人播人家接去，我冇拍了嚇，特別我本白魚娃娃本啦，哦，你本白維維娃娃冇嚟啊，當然到啊，硬性。我一去阿毛對嚟啊。哦，是，伊冇嚟，平常時冇阿毛都時看伊有嚟哦，伊嘛冇嚟。伊冇 promotion 嘛。後年呢嚇，對，伊有物件 promote 伊家嚟誒。咱講伊直接批話啦，咱伊冇聽咪唔知哦。一咱去做現場嘅時，伊個來啊嘛 ，because 個 promotion 嘛，個通看伊面嘛，所以個來咯。咱做 promotion 是咱講伊批話，伊唔知嘅了嘛，所以咱講。介紹尿尿 food 嘛，唔是啊？係咯，伊就是。哦，是啊，伊姑買來就是要介紹無好講頭嘅啦。啊，了，I promotion 咧 coming soon 了，我講。我定當我試我教。Very very soon。Very soon，我唔知。soon 係咩數？唔知會講未講喎？會講喎啊？咁配會講喎？soon 係咩物件？唔係，可以自己講。哦，你自己講哦，睇你講我唔別講我自己講，冇人講啊，伊就買嚟啊，可以自己講，伊哋就嚟。嚟啊！特別我講。伊係8等嚟。我計講啊，我甲維話講，誒，我這是邊嚟學見啊？我唔知佢唔是三寶店啊，你咪是無事不登三寶店，我計講。伊無事是冇起來誒。convenience store 啊 ，convenience store 有事了是。對，你想揾 7-Eleven 了？OK，來講幾個事啦，咪講維話我死人鬼咯，講維我係講。一無叫先只開剛嘅卡。John，八刀你是袂，你都係做一個 topic， 維娃娃 ，that's all。嚇屌！講嘢，哇！講落嚟，你說落下定，佢哋講嘢啊。咱買計講嘅咋，所以咱家己講咧，是咱買計講，咱可以做顧客發覺到講伊嘅嗰啲貴 episode 是關係伊嘅咋。咦啊，假大咯你啲。冇你 episode 本是講伊咯，肯定講咗3點鐘啊。維娃娃飲水思源啊，本來錄聽。咩飲水思源係咩事？你咩一啉水就要知水滴得到嚟。哦。OK，所以了當然咱講個佚佗，咱佚佗較幾剛剛，佚佗你到底你看你面，我看到你面淡薄色哦，你比如看到啲你變零八嘅有看到你，我今年個要做過個，今年個要做一個。Many。Many 掉一個掉。啊，了，我俾你啫，你是通過就是通過一人個摘掉邊啲學嘅咧？呢是維娃娃，他直接讓方面嘅人接去，是我諗做下啲講嗰邊拍確啫嘛。哦，你同我講，你同我講即係佢你學緊喎，咁我就講冇，你講。因為我聽我哋咯。哇！咱講 review 話，我係抄派話，特別 review 話嗰個人介紹俾你學嘅咯，但笑到對。特別咱我是條講咯，咪關你。就講冇差。啊，就講。咱咪 rewind 啊。咩？我想咱嗰對，哎呀，講一派話，當見笑到對啊。
咱就講面，比如話個引導呢，個介出面呢，個介水呢。啊那我講個出面個人導個水安怎呢？梗係沙拉呢，即係你講買起來嗰度。Mas ka kopi niya lo 3 in 1. 3 in 1呢，梗係沙拉哦。你咁配講騙我，梗係唔少半年啦咯。誒，你見下呢度唔制，之後我明到你笑，你就是一年前你教會我講話起嘅時候，你話你家在講下面是邊樣學嘅咧？website 啊，podcast 啊。有。哦。แล้ว你個你講啊，你幾時去嚟聽啊？上個時講after that 咯 ，after that 伊個介紹幾條。แล้ว即係就是阿龍唔係同你講佢咩？應該是冇提起咗啦。哦，剛嗰時都冇提起嘅嚇呐。對。แล้ว你long office 有貴嘅咩？問講係大聲啦，你。office 啊，有時有人咁講慣嘅。哦，我俾聽你告訴淡薄本啦，聽唔知嘅啦，即係人嘅告訴，俾聽你告訴。誒，你之後，你到底大陸嘅邊領？到底邊領大陸一個？我試過愛淡都在愛淡板山嗰邊咯。在愛淡板山我仲領嗰邊咯，仲領對面。嗰個 Galaxy 8嗰邊。哦，下一間嘅板山，勒沙邊嘅板山。對。係你攞嚟安啲別咖喱嘢啊？對。哦，你到下邊，แล้ว你拆จองตูดบุญเนี่ยนะ我睇อันต้อง講啊。ทำไม่ตูดดิน阿摩講緊嚟白波下邊嘅。阿咩打波踢講緊嘅咩？講到連講緊阿摩我等嚟啊！謝謝別好。哦。那曬謝謝都唔制。我想你講善射嘟，成個善射界啊！善射咩？善射嘟啊，善射嘟。對。善嘟 beer 啊！善嘟 beer。你咪講毒蛇別個影嚟。冇啦，善嘟 beer 嘅好聽啊！善嘟 beer。我跟你講啊。等下捉，轉啊！咱有一個聽眾嗬，一杯接來喎。咁配啊！唔知這裡係青椒啊？我唔知伊是唔是青椒喎？伊個名叫做。到底得嚟？你啲隻攏講啊？我唔知。嚇。伊講咩？我唔知。伊個名是 Pauline 啊，我唔知伊是攞一個隻攏嘛？Pauline。我本地曉嘅事，我唔知要安怎叫伊啊！伊點叫？寄去 Skype。maybe 冇了，但學騰過來呢？學騰歡迎學騰。學騰唔是困咗咩 ？Hello。嗱，我命就係來啦，咁暈啦都。我困了。學騰，我真久無聽到你聲，學騰。然後把你學你聽。OK。แล้วก็等陣嗰個住個下會介紹嗰個市政樓個市政樓介紹隻市政樓睇下。大家好。一對你性格嘅聲潮就喊你玩。係潮呢個邊潮？成鬼看你講。你是聽下面嘅潮，呢啲可以啊。Hello。誒，我聽到你潮聲喊到我想鬼嘅。Sorry。我一看條快 message， 真開始我哋。哦，讓你叫 message 出一行阿男仔。係啦。OK，等陣，我俾聽七號，咱講七號講起，七號你講你幾個小姐勁咁，咁樣 share 嘅。誒，成都邊話咩幾個？哎呀，聽到時我忘記我去成都邊為唱歌比賽時啊，忘記後尾行啊，成個暗暗那個語言呢。我唔會講我係。
冇物件啦，我不是阿邊暗時是無垃圾就播行咯。嚇，你當機咩做工嘅？做工嘅？唔使講喎。你我冇講做工都做工咯啦。嘅啦，OK。特別即是 fight day 啦 ，OK。所以其實講直接嚟講，多公司裏邊。然後下陣時咧是講 around evening 啦。咁樣陣時7點8點咁，because 我有時係 stay back 嘛。OK， 就 stay back 啦，做翻嗰件 online 上面咯。所以下陣時咧有幾那嘅同事，即已經 leave 喺 office 啦，走啦，當然啦嚇。然後就換我一間多嚟邊，多 office 嚟邊，然後佢一間多嘅學校搞得邊個。然後下陣時嚟講咧，office 裏邊我是看唔嘅了，然後是講是無感覺嗰行啦，我是做嚟我物件啦。然後 after that 有冇聽到聲成怪怪嘅？伊是講我下邊一個講咧，我啦是燒嚟，我講燒下你抓皮啊、神巴嗰份啊，還是抓我錄細個愛燈嗰個旁邊啊。我聽到隻聲成個plastic 哦。一般上是可能見嘅plastic啊，安怎講句我聽冇到，啫。咁時講我有時我是聽到一種外國嘅。你聽到外國啊？聽到冇。OK，當然冇啊，下嘅。我邊呢咯。OK，我下陣時係點，依 office 係點啦。So after that 我感覺到我喺這裡。哦，等陣一個是Pauling 要嚟 Pauling。Pauling 你就請你就請 headphone。OK， 我咪錄撳 mute 掉先啊。mute 掉先嚇。OK， 嚟講。OK， 下邊是燒掉架，下了係你細個嘅 item 上咯。OK，it's just in front of me 嘅啦。都actually 我是借阿龍嘅為阿妹嚟。OK， 阿妹頭先是第2仔嘛對冇？OK， แล้ว邊有朋友係上班物件咯。所以做咗一陣物件時，我感覺我紅咁感覺淡薄冇幾長淡薄嘢啦，我係 sense 到成個一個 presence 過嚟邊。即係有人。是破冇破行。成個有物件到入邊。就成個我。特別你聽到，但係你聽到你 plastic 嘅聲是係咩？但係你講嘅是 crack 我冇聽到。我在 continue 符合本身 ，because 我未見喺你發過。OK， แล้ว我俾佢阿妹看後景，一部你看有人，一暗咧冇播行啊嘛，แล้ว冇播行咁冇看到邊個係咁別不做物件咯。一後咧我感覺到我聽到成時講係你 plastic 哦，你真係 plastic 被抓嘅，你就係燃油嘢嘛，作嘢硬咧啲慢慢行落嚟可以成咗。係咪慢慢按下？一plastic 燃油嗬，你慢慢放落嚟。安然後咗，然後慢慢放落嚟，可以成嚟。maybe 是尿出。冇可能你冇行嘅，冇你巴冇撩出冇行嘅是假情緒。冇你巴是假抓。假抓啊！掉快死。呀，因為我是感覺成個物件愛有個 attention 啊，你睇啦，多頭前咯。所以我是感覺淡薄驚，淡薄咯，是講啱啲看起來哦，冇聲哦。我覺得我吸我面嘅嚇，誒咧計講話走。有時啲黑兵個聲是講你直情嘅聲，是講乜都有可能紅音喎，即係就無行就無掛行，然後啲面嘅嘅聲有叮當。叮當，你講你聲，所以我經常講你講你面嘅，我都未了解咯，就是。我你講起我冇想到我最近是我特地
我都頂一禮拜呢，頂一禮拜我拜個時，我拜個時就是做暗更咯。你在做暗更係，你看一人留掉，我是留家差唔多10點幾暗嘅啦。特別我呢，我做工嘅位啊，在嗰啲嘢對面是傍嘅。แล้ว我喺 office 裏面是頂到是馬達寮嚟，然後依隻馬達寮，我都特別奇哩啊！馬達寮依樓下個有有一間我捌落去一道啦，特別無開啊！邊樓下就依個馬達嘅 office 入面，特別依入面有係私人嘅，是你叫咩床房嘅咋？特別伊無用嘅啦，伊是講頂到人講你馬達寮樓下有一間細間嘅床房，幾時候後面嘅代誌時候人有 back 嘅人咧是幫到啲床房嘅嘛，所以係是人講嘅你啦。特別我做工咧，我唔捌講感覺到刺激嘅上面，我做個咁貴嘅款，我無啦啥面啦，因為我都教我朋友講，誒我個燒到整個，然後佢哋我就係講了時候，我一問你我聽到就雜我講。我聽係成個講成個鬼嘅，你看尖尖嘅佢哋講啦，特別伊是成個人淡薄 slightly 淡薄些佚佗嘅聲，特別嗬，有可能是到啲嘅落回來啦，特別我聽嘅聲成個是到啲 building 嘅林邊來咯，所以我一頭 ignore 唔係插嘢。我講我冇影，我直接咪就要做，所以我 continue 一頭接去做我講。特別我唔知事。都喺邊做工作久了？我喺一間 office 不如搬入about 年半呢。你即係頭一擺？頭一擺聽到，特別我未啦 ，because 我未講 totally rule 講是 anything supernatural，but because 我係頭前是嘅落來嘛，所以有可能人白車個口啦，講佚佗上面有可能。我聽意思啊，入邊來就啲個級嚟啦。特別我 try to 買我冇影嘛，我冇帶我買 entertain 人嘅 idea， 我冇機會唱嘅，我冇機會唱嘅。特別我前年我都冇插咗傻啊，攰咗就 OK 啊。讓別人話咪驚成有可能是鬼個事叫人講。我昨晚去 Haunted House 特別你是鬼嚟㗎。Haunted House 係鬼啊？你講話當正 Halloween 嘅時 Haunted House 唔再做。做咩啊？伊人是啥 actors 咯，伊人講係聽下鬼嘅聲嘅款，然後行來行去內邊暗梆梆。咁樣嚟喊咯，安怎喊？呢？伊樣是袂使動路啦，伊樣是嚟成夜可以冚起來咯，然後再開嗰陣時，伊樣面是在裏邊整咯。哦，正驚人咯，嗯。你上個老師家去呢度，但你冇去啊？無啦，我無得，我真久無去啦，就是我做工嘅event 嚟，所以人 organize 嘛去咯。你都 dress up 喎，要請。無，特別 Halloween 我 dress up。Halloween dress up 啦。等我看差唔多是 Halloween 咧嗬，等我算看先。禮拜。ต้องปั่นอะไรอ่ะ Halloween。ฮะ ต้องปั่นอะไร我請佢咩衫嚇？請ปั่นอะไร？Halloween 咪做浪咪整係咪？人講下。我係朋友係做 Indiana Jones， 然後叫我做咧，係 racist， 成日叫我做咧鄧冷嘅，然後嚟做。做咩？計衰呢？超意，情報呢嚇？情報啊！情你地殼，我叫我講下你聽有冇我衰呢？笑死我啦！超意。有啦，別人馬來西亞人有去 Halloween party 嘅啊？我特登做嘅嘛，出到來。新加坡呢？新加坡出得出嘅先是迄個較少年嘅，人辦了，人去成個新加坡讀書卡就是叫
我做 city 啊，人去邊成去坐唔知，邊無要嘅無咩，無嗰時候留在啦。哦，香港做得好啊 Halloween，都愛有 Halloween 嘅 feel 哦，第一件啊，香港就哦，我兩年 Halloween 嗰時啲香港做嘅。我扮佢哋。你是保齡呀？啊，我想嗰啲無想起啊。冇啦，你看你到底 Skype 為什麼冇看到你樣啊？哦。我扮佢 Falling Angel 啊，係喂 shit 是我食，喂聽到一個字。哦。咁啊，喂，佢哋NG 咁樣要識我博愛㗎啦，性格乜柒愛㗎嗰啲。哦。我覺得嗰啲啲 New York 事。哦，到底 New York 事。去尋年啊，去 trick or treat。哦，去 trick or treat 啊。你老古啊個 trick or treat 啊？一個咧嘛。哦，你常見哪去哦？我想你個結一人去拖毛湯。馬來西亞當今有 trick 有之類有做老莊。我 John John 啊 Gilio Ian 你hantu Ian 啊我看到阿妹我驚死去我講好唔告訴 okay alright that's good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where's your husband where's my husband what is skin condition 你聽到啊？你聽到啊？講係咪？聽到What the bloody hell is this? 你做幾啲呀 Daphne, are you pleased to have left your husband for me? Do a creepy voice. Creepy voice. Hello. That's not creepy. That's like, come on, let's. I've taken over. Do you like my skin condition? Hang on. I like your teeth. What's the guy chewy? Likes your teeth here. Your fangs. Yes, likes your fangs. I had a dental appointment recently, and he fell over. 就好潮嘅，就好潮，今朝話比較潮嘅哦，你特別去看你 episode 出嚟時去看啦，保齡。講到對幾個數？講到幾個數，讓自己會寫幾個數。我哋幾個數？來定下佢講。特別唔是我看到，就是我 father 看到嘅。OK 咁啊。你是講往細漢嘅時，伊做工，伊做 sales 嘛，所以達到嚟 travel，搞到馬來西亞飛來飛去，然後伊對來一個 sales trip，我係講講噶，我驚噶。你幾歲啊？是？嗰時啊，我maybe like 8-9歲呢款。然後伊做工，伊大做好，然後 that time I think 是有老早先有 like festivals holidays or something， so 伊退別掉 hotel， 伊去搭嚟 hotel， 佢咧冇房間，然後伊去探住一個 hotel， 然後你 manager 講我人本 fully book， 有一個房間。唔係大啦，我係發到本地得咯，所以講哎呀，唔要緊啦，嚟我大去啦，然後manager 講啦，叫我好咯，hotel， 所以我係發到咪即去 check in， 然後一定冇時間aircon 呢，所以you know 即去嚟邊房間開湯啊，然後裝 egg， 然後泡一個啤，然後小飯機，然後看 TV 睇報紙咯，嚟我發到特咩本事上嘅做嗰啲物件嘅，所以特pattern啊，一個資料嘅名稱，所以飯機睇報紙，然後呢，一聽到這查某佢講話，然後我發到講，
你媽都冇是冇，但係我媽都冇，但係我 father 呢？有陣時你想是 ，you know like 啲聲是百嚟百過來嘅，or something or TV 裏邊嘅會。แล้วอีกความโอ้ยแล้วเสียที่การ講話เนี่ยอีlike addressing แล้ว講話嘅嘢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อี個 like 做一份機一個 like 吹嘅咧หุ่น啊ว่าไอ้คนเนี่ยเนี่ยหุ่นหอกพอเดี๋ยวหุ่นขวาไปเดียวแล้ว所以你查某嘅聲弟弟講話咯，講伊是prostitute， แล้ว伊在你房間就 murder， แล้ว伊講伊咪看，伊咪我係發咗看伊邊 ，because 伊伊邊正disfigured 正 you know like 可能拍死 like 都正拍看，แล้ว所以嘛，弟弟講話，你發覺我驚㗎，แล้ว after that 伊有咩話講？我發覺冇介意講，冇 respond。特別伊講時，伊是聽到伊是講咩？伊講咩？唔知啊，我唔知。所以發覺有講福建話，有講話，話。所以我唔知係咪話，我哋每話。你都唔知？我哋每係咪話？每係咪 hotel？每看伊講嘅係咪話？伊language 有啲是等人嘅時候啦。是啦，我每看方言。แล้ว佢哋就講話，แล้ว after like few minutes，伊點嘢咯。แล้วsekali點嘢，我發覺哇，ยังวิธีแกมีแกกันแล้ว掂落去一 bag 冚起來個小青嘢pajamas 褲衫走落去一車裏邊困。喲，我每到人我每到人別人啊，若是講你安尼講你上嘅情形啦，你敢到底喺你房間去困，還是你一頭走去抱伊困？唔敢咯喲，我聽到鳥是 out of them。你未成個講成個，你說你無法咧，你無法到你而家無位去喎。成個我發都換到裏邊跳咯，還是個落去攞邊款咯？落去攞邊款啊？攞解拖絲嚟治。佢就未走啊嘛，攞講冇辦法啊嘛，攞解拖絲嚟治。我是落去攞邊款咯。咁我聽我是老實講，我唔係看佢貴啦嚇，突出。我媽仔都看到了。未啦，我 try 咧這年啊，比嚇我講嘅聽，我是第一件，我唔是看到幾啊件，我是家己有家件呢，就是我特啲啲咧加林波係一間，頂到是攞罐厝啊變做學校去，係一間學校去啊。我而家 because 我朋友人講嚇個我家己驚。直接我自己我都冇看到，特別我嚇。KL 他們 hotel 做咗半夜。咪講，嘟 hotel。講一個頭前嘅名。每邊是嘟 hotel 嚟，一個都嘟 hotel。我講伊 area 的 area， 講伊 area。伊 area 就是我唔知，講我特啲鋪事嘅嚇。嚇？鋪我唔知係咪 area 喎？伊看到伊吉隆坡啊 ？monorail 吉隆坡。我 send 一個 link 講 KL 有一個 list。哎呀，真係出名啦，聽到啊，都好多嚟。一個號 room number 嘅你叫到對嘅。我 send 你 hang out。但係乜啊？一個叫嘟 hotel，係一間，一間卡辦機嘅，一間個關係嘅，一間飛機嘅。一是辦機 hotel， 一是 budget hotel 啊。哦，我知啊。我知啦。硬食嘅。對。乜那是 hospital 是咩？乜是 hospital 咩？唔是啦。我講聽，我講聽啦。我教位子嘅查話，我哋三人伊都有一 photo shoot 了，是我冇 unplan 冇 plan 嘅出，我三人特別
段就一 bus 去到嗰邊嗰時，我就一頭講我就換去，no， 我一飛機啊，no， 唔是一飛機對，一飛機，我一飛機A 嘟去咯，嗰時去嗰時，我就一bus。我一火車 ，then from airport 一火車還是一咩一定 bus 掉去到 central 了，唔知到 central， 有時就啲去 central 我就 taxi 去佢哋度，我直接 taxi 去嘅對 hotel 時，OK 我 book 我特別難 book， 我 today book 我馬仔就去，我 book 了我嘅hotel 嘅時。我講嘛啱咯，班機我冇講去訓練嘛，我都冇去做咩，所以就去睡你班機學到。一睡嗰時，我就睡啊，加嚟去睇伊 review 咋，我成時睡成咋，你我驚講冇班機，我就看有班機我就成時睡啊。所以嗰時我就講 OK 嚟看下 review 好啦。你去到嗰邊好嚟講頂到時hospital 嚟啊，真正係垃圾咩物件，我死啊！我唔敢教我知啊，我講啦，我點我聽講啦，媽那係在私人的私人啊，以前呢度我喺度出世噶嘛，嗰個醫院嚟噶嘛，伊個執個班嘢，我佢就答嚟，就係嗰時伊到底喺邊出事嘅講。你諗教我講住你學頂去到路啦。我 message 都請知我 message 知。呢度啲 Skype 會請知下。你我請知冇咁多啦。我 Skype 係我 Skype 係我 WhatsApp 咯。我唔知OK。anyway 有時我咪是去咯，然後是講啦，我是冇看到鬼啦，特別我自己咋，你我睇那隻 review 啊，我朋友我朋友出去，伊講hello 人講伊講你肯定是叫咩困是你開車起來，咪就車起來是你看到一個迷失者到啲啲 wheelchair， 我來看到你，樣好咋喲，然後我睇見啦，我對佢是阿妹，我已經就冇。我就不只亂啊嘛，我就計講阿寶，我舊一個朋友，我計只識我到啲美國希望讀上 college 嘛，我講阿寶你對我對啦係咪？我講你嚟我 room 啦，人免困啦，拍確攰咩咯？แล้ว我買啦，我愛困啦，我愛對啊，因為是到年買嚟喎。你我講 OK 說你幫我對，還是要個3點幾嚟看3點啊嚟看啊。你我幫我對，我驚講我驚咩啊？我第樓推電推啊，我驚我起後佢就樓時開，我電推每開起來換掉，會都滯哦。喲，我驚。但所以我睡學單嗬，我當時看 info， 看 Nico， 一定是 build 為這 building。是伊 building more than 30年咧，我就冇咩愛睡了嘅。是10幾年、10年我講 OK， 是伊是迄個 pre-war 嘅 building 吼，我 confirm 我買去大嘅，我較濟第好是買啦。特別你冇法度，往時冇法度，你就去嘅特別有趣會大啊嘛，冇法。特別我老實講，我冇看到啦，是講我聽到聲，有可能是別行嘅聲，我係成日聽到成隻咧簽啊，你知你成人 restaurant 嘅位啊，特別我做啲10樓喎，冇。8樓啊，是佢哋怪怪乜？特別我聽到啲成個鐵我係只隻啲頭強車馬鐵頭強車馬咧，唰咧倒嘅聲，我聽到只隻啲聲。報名啦，報名。maybe 佢房間是邊啊？你housekeeping 邊咧？有可能。特別不管只大聲，我聽到是。冇我聽 ，because 我就係 hypersensitive， 我就隻驚嘛，所以我就點亂掉。我個房間開嘅了都就，我唔係你驚鬼，我唔係你見乜鬼，我佢間房間開嘅了，特下開，แล้ว我困，我攰咩困啊？我呢把就開。你都幫佢幾多啊？我佢幾人啦？你我知㗎，伊就我就一間，我佢多一間，如果我就講我咪2個 friend， 我咪是只客話對嘛，所以我買差落嘅人，所以特別伊個 room 就是冇攤3個人大嘅，真嘅，就3個人大，一細間。所以我自己一人大，我一間咯。然後我驚死，我特別我冇看到包行啦，特別揸起車，我直接揸起車嘅時，還是已經是攰啊7點啊，我聽到 plastic bag 嘅聲啊，就當我都講咧，但係你當我7號咧咯，我聽到
出嚟，我試啊，我唔得先搭啲仔經過嚟，因為我慢慢個，我佢咪照啊呢，邊慢慢看咧，是原來是喂 plastic bag 到底我一行線吹嘢啦 ，plastic bag 到底我到頂嘅，你背啫，我所以家己行家己啦，我去一張板呀。你哋邊咧 round the corner 都計佢哋一張板咧，所以我 before 去時我邊咧，呵啦，我嘅見咗，我有可能就是當今我去，我有可能冇嚟見，我這幾年來我較穩啊，我有驚，特別我冇成啊驚嘅呢。安尼厲害啦，特別有可能下本啊，我家己一人，但係我風險，我有真正知啊嘛，我都冇講真驚，定是聽到你查某講落啲話 office，我個驚就。特別像南西講同埋你pre-war building 啊，咁是貴驚啦，當今大 apartment 是pre-war 是19 construction， 係是 key 1920 那款係是 key 嘅。So 像我 apartment 無垃圾啦，嚟我大這邊3幾年啊，無物件係嚟無件係。特別落去 basement 咧，哇驚，淡薄驚咯。我落去 basement 我係莫幾層。哦。Because 我有啲 basement 有我有得嚟 apartment 有得嚟storage unit，然後 storage basement 嘅嘛。我落去 basement 啊，哎呦，真係驚人咯，係莫幾層。我有時阿妹半夜落去啊底啊，哎呦，我唔敢落。你喺 basement 有垃圾麼？你冇叫南西 scope 啫。哇㗎，我冇垃圾，真係驚人。伊 building because 伊 basement 個有 section 啊，伊冇renovated 啊，伊煤了啊，成日化去。แล้วกูจ่ายแต่นั่นแล้วพอจะเป็นตัวจะกูจะให้ลังสีแล้วมีอย่างโบกินกักแล้วแห่อะไรเป็นเลย storage แล้วก็ like มาจำมีอย่างก็แล้ว like โย่คนแล้วจะแก่หลังแล้ว可以個冇㗎啦，咪就看下刺激往時，你成個垃圾國家古物件，做你感覺刺激嘅。Actually 有年我甲你講啊，逐個我看人厝水，我只是甲咧1930嘅厝啊，都只大間啊，一只大間啊，一房間只大嘅啊。是，伊搭間厝都有 basement 有 cellar 嘅，你行出去啊，你行落去嘅時啊，你莫幾多層啊，我就驚了，我就唔敢買啊。我嘛是是特別伊厝只 strong 嘅喎。講。啲厝成我係壁啊，like 你正 like 唔是你 drywall 嚟，你係 like 下物件，有坎坷拍手頂嘅。伊是咩？伊是毛灰即係磚啊。我架是毛灰啦，伊成是塊拍手頂啊，真正坎坷拍自己。哦，只頂啊！你我講你。拍特定，我這朋友咧，一般是大即我上 building 嘅，然後一個大把嘅 unit，然後伊個 unit 咧，伊個 closet 誒門是 original 嘅門嚟，然後你看伊杜嘅門是 original 嘅門，然後你看伊個門裏邊，我呀有嚟人寫字嘅，然後你看伊like因為古早啊，阿嬤啊，美國人啊，伊見啊，樣幾大時，人實到寫成伊作慣啊，然後伊名，然後個係伊迄個字係咪字啊係字然後你看人寫伊囝，哇，伊囝 like 5-6歲那款。already 自己 already like 19 like 30幾年，所以你看伊當時 already like 真老病了 ，maybe 本死去了 ，you know， 所以這個 building 我講有真濟人到這邊，然後死到這邊。伊若是死安尼不要緊，只驚講別項物件死嘅就是驚啦。你我去幫助者人講。normal 死不要緊嘅。我妹唔得，你聽荷蘭拍死啦。
哈，驚講是可能拍死啦，你看你，特啲這邊有一個大啲 Kenneth Chase 位哦，伊講這查某啊，可能拍死，可能強姦了拍死哦，掂啲邊啊是唔知啲拍死啊邊，แล้ว係啲啊邊啦，伊搭咩啊，伊出來可能แล้ว workers 就是講，你行到暗個端哦，你會看到伊背啲啊邊啊，所以這Yeah. The radio station 特貴啊，有講嘅，若是講你看到，就人看到嚟講，所以只一人嚟講，特別一個人講，伊看到是8項嘅，個唔是下呢個。安尼看咧，位嗰啲有 spirit 嘅，下咧，安尼看咧 chase 啊，咪個咧，嗰啲有 spirit，係個 forest reserve 嘅位，嗰啲有 spirit 嘅。係咪這是大英國係？嚇，大啲英國嘅位。我驚去看啦，特別冇人愛嚟㗎，我一人都唔敢去。我唔敢咯，我成日 John 咯，佢是咩是唔學佢貴啦 ，like not good。但係有時看到咧，我唔知，我唔知係做乜嘢。舊年 Halloween 嚟點先啦，我有一個 visiting priest 哦，來找我，แล้ว我係 parish priest 嘛是講，我請伊來我厝食飯咯，食飯啊。我嘛是要載到對啊，แล้ว我阿公伊咪去了，我guest 本講伊咪對我去，所以我一人載對啊，載對啊。不知我係你是人就載去。啊，會使，แล้ว不知是แล้ว是我對嘅是我花車對啦，แล้ว係你一條路無路頂嘅啊，伊上個伊是大路，特別無路頂嘅 ，because 伊是一個A road 來。A road 無落定嘅，伊唔是 motorway， 所以是 A road 嚟。แล้ว無落定，我嘛是直直換了，搞咧長姐時啊，私人 radio station 啊，每看，哈咪咪家啲 spooky 嘅 during Halloween， 你哋驚嘅，哎呦，哈咁啊，都好嚟長啊，關咗我暗，哎呦，驚到我要鬧住。都本是成個轉我都自己啦。is 自己冇半行嘅，係一條路特貴用嘅。แล้ว貴了啊 ，after 係你 incident 我唔敢換，我一人換車我唔敢用係你路啊，死！所以我古早我是唔捌看到啦，幾時我捌看到，特別古早我13歲可能是我聽到 like something a bit like 聽到物件。淡薄啊，quite right 安那這是我 last episode John 我甲你講咧，我大 boarding school 咧嚟記哦。哈對。我 classmate 叫學貴 like possess 嘅。所以這裡上本是上學堂，我13歲14歲嗰陣時我大 hostel 嘛，大 boarding school，แล้ว我嘅 boarding school 是我執辦呢執辦 house 咧，是you know separate building away from the boarding school。所以你半夜困車，或是來幫助咧，你得 like you know 出去外口，然後自己來邊嘢執辦。So 嘢執辦 is right next to 房，或者房 right next to it。所以本是特別驚人啦。So like this like 半夜 like 2-3點可能就去。You know, like 個淡薄下面，所以嘛I think 我哋放西 or something， 所以啲去裏邊放西，แล้วin between 就應該放啲railroad tracks， 開車路，開車路，แล้ว嘛แล้ว但當時有開車過咧，依個貴站板 like vibration， 轉架正謝，所以正 like already like。還是早起嘅時度 ，already 大家亂呀，正 you know， 阿妹咧都 you know， 正咁無難看啊，所以個家己一人在裏邊放曬，然後你聽咧，你聽 like 你聽開，你都會聽到開車愛來咧，係嘛？所以我咪放曬咯，然後準備啊 ，you know usually 開車是無正長嘅嘛 ，like 一來 like maybe like less than 1 minute 就過了嘛。然後直到我到裏邊放曬，然後聽到要開車來，然後直來見，然後嗰陣時
過，一直行個真久 like maybe like 5-10 minutes，個無行，然後個袂過，so like 呢個真like very weird 咯，so that night 我 like 我想like something was not quite right 啦。所以我唔知是鬼還是垃圾嘅物件，是just真正長嘅火車 ，but something wasn't right 啦。有可能阮有可能火車長啊。特別無呢長嘅，because 真正久 ，like 真正久。然若是咁配來講，伊西棒嘅厝就是火車。爸，咁配若是有火車，你西棒嘅厝？出啦！我走出。伊西比火車較長。因為差半個伊買厝吼，後尾都是火車路啊咋，所以若是放就放啊就嗡，那是放燈的呢。傾偈啊！喂，不過我想看下，你去 travel 安尼濟，你做工，或者是有經驗到淡薄垃圾嘅物件，學到。領導你不夠。ano？我就甲你講了嘛，了嘛。第一件是迄個石頭去去我 Hungary 嘅位啊，阿妹看了伊 Rocking Jack 哦。你驚？講過個，你有冇聽過個？講過。我去迄個 Hungarian F1 嘅 GP 去 Brno 為了我人帶去迄個 Chateau 嘅位嘛，所以咧房間啊，Chateau 真舊了嘅，真老嘅啊，迄個房外房間啊，介爽啊，真大間，佫有 four poster bed 啊，佫有一個 fireplace，佫有伊個 rocking chair， 我暗暝困啊，我聽到迄個聲啊，搞我白目睭起來開火。無窗仔冚個了嘛，就無風，特別搖去搖來。叮當條，你開目睭時，你看到啲叮當條。啊，我咪大事啦，我伊搞伊叮當啊，青子。Rocking Jack 啲叮當條，你聽到咧，伊唱起來你看叮當，我驚哦。你成了都無插啦，嘛就早起我 complain 了，我換房間咯。我要甲你講啊，我唔知伊人即個朋友佢哋大馬來亞攏會記哦，有一擺啊，前一久了以前安尼啊 ，radio 嘅位啊，first Monday of the month 啊，暗暝半暝會有一個 program 叫互人講啊 ，all the ghost story 嘅 experiences， 成個咱通咱同見啲講嘅啦。有一個人，我 I never miss that program 啊，有 once 啊 ，one group of 一當嘅朋友啊了啊，伊人去槍兵嘅位啊，唔知阿咪做下咪啦，然後就講咩是槍兵 ？Graveyard 啊。Graveyard 啊。哦，槍兵啊，叫做。槍。唔是棒咩？槍兵啊，棒嚇。棒是 singular 啊，槍是 plural 啊。一個係槍 ，OK 槍。棒都是 grave 了。槍就是 graveyard。我冇買聽過。伊人有伊個 handphone 啊，你會聽到啦，伊人佇講笑了，就擼啦殺我殺你啊！誒，suddenly 唔知一人講啊，走啊！你來咯，然後伊人啊 ，and then suddenly the line got cut, you know. Because of that, the director cancel the show. Cancel the show, no. yang si lang call in report yang tadi bang tadi tiang he live on the handphone record yang 聽到 on air yang patch on air. Tapi 有可能是假啦。
係咧我唔知啦。But that program not on ghost story. Some of them you know, 是嘅，but some of them are really very frightening one 咯。成日諗入邊咧，學勁講嘅諗唔制喎，你咪是正，你咪是嘅諗唔制。人講笑㗎嘛，我驚聽。特別啲成情節路達到 travel 到 hotel 成我看到垃圾嘅物件，有你行路，because 我特禮拜本是飛來飛去大 hotel 特禮拜嘅所。我冇看到吧，我有 experience 到，前一禮拜。But 我冇驚 because 我大擺我 check in the first thing after the bell boy 出咗我接伊了我有 Holy water 追出來啊！有 Holy water 咩 ？Holy water 佢 splash。你冇 Holy water 你使嘅 Baileys。有 coffee。我是達到是電視機自己開看啦，我 experience 是達到電視機開看咯。為止本有嘅，我去去新加坡本是有嘅，電視機。大 hotel 裏邊啊，大 hotel 裏邊啊，電視係咯 hotel 啦。Actually，大理 hotel 本會特別冇講大間啦，伊特叫有一間兩間安尼款嘅，了個大間老公厝都是有嘅。老公厝有特別若是你做工老公厝喲，你會 uniform 你會伊是上加有叫咩領牌呢？伊上加有領牌，互你伊有行嘅袂互你看到物件嘅。本是上下咧。做馬達做了解你prison 叫咩卡古經嚇，伊人嘅 uniform 本是有下咧領牌嘅，蝦米數就，你會叫古早下咧一個拍死隻 politician， 了 check into many pieces 嘅，站 to many pieces 嘅，冇冇，即叫冇冇伊是市區，所以伊個區有話嘢嘅，了伊大啲係咧馬達大啲卡古經嘅時候，伊會背係咧卡古經係伊 cell 裏邊伊會背來背去嘅阿妹都知哦。特別伊背袂出來嘅，蝦米事就係 actually伊背袂出來 because of 阿公嘅 picture， 就係嚇你就是一個靈牌嚟。哦，你昂地就是靈牌，你就係伊背袂出來，你看大你 government 嘅 building， 特別有阿公嘅小影嘅喎。嚇你是靈牌背袂出來，了伊人本。那是幾本伊本無出現互你看，你做工下邊，你穿嘅 uniform 都是領牌嚟，你知哦。特別若是講拍了其他嘅人啦，是講自運嘅你都會看到，若是講你做工下邊你看袂到嘅，無理由你看會到嘅。有賭博，賭博嘅數。伊人冇看到，特別伊人會 feel 到嘅。對，特別伊無互伊看到嘅，伊人無互伊看到嘅。伊袂看到，但伊會 feel 到嘅。我有一個好朋友伊做老官嘅，伊是 anesthetic 伊做工這邊嘅正大 private 嘅。華藥嘅老官。學錄啥錄要幾多？學錄畢業咧，學錄華藥。伊逐擺甲我講伊若是 emergency case 3點伊人叫伊去但 accident 嘅 case 伊逐擺做伊嘅 case 了伊毋敢家己行落去伊車，伊就要等一個朋友，一個路人行去伊車白白。哦。because 伊講伊接去伊 lift 伊使無幾個藏起來嘅。哦。我甲你講會記啊 John。講坐 lift 嘅老公厝坐 lift 嘅。我去 lift 去老公厝啦，了特別咪講到一間啦。我入 lift 時，一查某對我入，
了。呀，人我講啊，我阿媽妹，你第幾樓？佢甲我講過，我甲伊講啦，第你 live 啦，啦係你 live 無行，我個就無行，你知喎？伊是裏邊是咩啊？實個有plain 嘅啦，無行，看唔到無 reflection 嘅啦，OK？所以แล้วแต่แล้ว無去看人啊嘛，人個 face 你 live 唔會喎。咁咪去樓頂咯，去樓頂啊！都冇教，都冇跪下你，都冇跪下你，伊要跪floor嘛對哦，一陣伊要跪，啊未跪過，然後我咪是要出咯，我出就邊邊冇半行嘅喎，嚟邊呢個人嘅，然後我你知啊，佢講我只記嘅，because 你點先係你冇 start 到長啦，after that 是。過了我同你講啊，我唔敢坐 lift 一人嘅啊，我特登啊，我8個人啊，唔8個人我冇坐，因為出嚟先。maybe 是講你出去啊，伊走去嘅訂 lift 位啊，都雜咗。冇。你我搭去坐 lift 時候，我徛邊啊，人開門人看到我就真驚啦。我頂次教位係咪啊？我係小弟婆啊，我啲 hospital 嘛，伊成件啊嘛。都我去 hospital 嘅時候，就好笑咯。伊有4個 lift， 伊有3個 lift， 了一個 lift 歹了，所以有一個 lift 往入去，伊往入去了電吼，伊每開冚，你就直未冚咗就。所以 OK， 我就講即個 lift 歹咯，無錯啦，走去對面邊格咯，走去對面另外一個 lift 3個嘛，另外一個咯，了3個走入去吼，本是上。伊本是袂冚，開，特別看到對面吼，有一個 nurse 走入去，你知哦，對面迄個理髮頭仔往出遐賣嘛，往走入去，伊看到伊走入去，伊一冚了，去了。然後往正格小時開賣，你知哦，然後好彩有別個 nurse 行過，了問我講賣啊，我知就是互伊插亂了嘛。所以我問伊講，即個 lift 安怎冚？伊講伊講你咪講，你會冚咩嘛？你做咩袂冚？伊講你咪講你等伊安尼看，肯定有影互伊家己冚去哦。等迄 nurse 哦來指者，嗰個哦。tapi 我早幾日哦，早3日我去老本厝嘛，然後嘛是等我去 toilet。去 toilet 嘅時啊，都好，一個查某，我要出了，我出來了，一個查某接來，老查某來，伊接來我規人冇幾長，知唔知係咩事？因為喺你 toilet 無人了，我去嘅時，伊規冇半行，我行出來，我一行出來啊，我去做大位手啊，我 turn around 啊。即個老查某入來伊笑嘅款啊，無像個人笑咧，像個唔是 green 個唔知係咪安怎嘅款，特別伊唔是香，你知哦，特別 the way 伊笑，我驚一下，我係心直直跳了，我係莫鬼後尾，我係阿莫鬼會長嘅了起來，我走個未好出去，人啊好，鬼啊好，無插了我走。即係你是家己冇家掉啦，我唔知啦，特別我有人走，嗰個意。我較驚government嘅 hospital 嘅，我冇，我牙曬government hospital 較吉利啊。誒，唔使，我甲你講係你 lift 嘅啊，甲你講啊，我坐 lift，你人冇去啊，就是 private 嘅啊，唔是 government hospital 啊，甲你講學生啊。我是講，我真係 private 較 OK 哦，private 是做一個水你冇那個對，我private 是線，我真係 private 較濟是線。哦，哈。因為 building 嚟較濟是，然後伊較偏僻。OK，啷講到，OK，即唔是關係一間 hospital 咯。當今預定到有一個位，當今意思就是長路係哦，長路位當今變做唔知係咩 hospital 咧，就出名呀，檳榔唔是檳丹中啊，唔知係咩啊？你 hospital 位一定到是一間老厝嚟，大間高渣嘅厝嚟叫。對，我知道一間一路講。嚇，佢一間一定到是厝了。大啲 roundabout 嘅位啊。對。我係朋友嘅嘛，伊迄邊只好嘅人啊嘛，迄邊喺知道。北方城市 LGL。
唔是。他喵字有什么？唔是，I do 啊，I do 啦，OK，I do，OK，知啊。特別啲咧雲南 moss，然後北咧雲南 moss 邊解？冇 moss 啦，I do 啦，I do moss 啦，冇 moss 啊？moss，冇啦，I do。MCA 下邊。啊，我教 YMCA 個啦，到啲Mr. Road 嗰邊嘛，對，你在Burma Road 會通去 McAllister Road 下邊有一條環路啊嘛，一通過去咧 I 嘟入邊啊有嘢，將一大間嘅厝啊冇樓好嘅。Bill Avenue。OK 嘅，所以我係朋友誒媽到下邊啊，然後要教我講句，即是我笑嘅時候講唔唔正嘅，我唔知啦。伊是講伊嘅一間厝，伊是真久，伊 abandon 真久啊嘛。伊一間當今嘅 I 嘟hospital 到底下邊嘅一間厝，個伊一三角英嘅嚇嘛。伊到下邊真久啊，攞嚟叫，定到是 abandon 伊是全本，然後無人用啊，無人住啊。你話朋友嘅講伊媽講對面定到是阿嬤住嘅，伊嘅即是老官啊嗬。然後伊嘅厝，伊唔知是日本啊，超啥物唔知未記啦。伊講伊嘅，我會記嘅是，伊講伊嘅寶去樓梯嘅時候，伊樓梯破去啊，嗬，伊寶個大巴刀，然後伊嘅樓梯破去啊時，伊架樓落來插到伊巴刀頭面寶頭面減死去到啲。哎呦，吉利！啊，然後變做下邊看得起啦，唔知為啊，特別我諗乜聽過人哋講事，我就聽邊嘅。你厝是去 Bill Avenue 還是去 Residency Road 嘅？Bill Avenue。伊是當今咩？I do hospital 嘅地，對，特別伊嘅厝古早是伊厝是向 Bill Avenue 嘅。I think 我知攞最多是間厝啊，John。大間，打條。嘅大間 ，because 伊迄個阿嬤是 banker 嚟，伊 actually 伊是阿嬤，伊是豬嚟啊。哦，OK。So speaking of abandoned 嘅厝啊，但當我對於邊個嘅我 father 同我講你是間厝，我唔知 ，I'm sure 我知啊，你是間厝。哦 ，precious 呀。Adorable。我特別好講嘅咯，嗱曬。我假如講 adorable， 我捌掉過。大batu Ferengi唔是？有，但我看到你厝啊，看到冇幾多。我當今這邊未使講 adorable，because 真係 sensitive。等過了我講給人聽 adorable 嘅故事。sensitive，係咩數？未使，我未使講，當今未使講。做厝就未使講下。啊？做厝就未使講下。唔是，我唔是做廚師，但係你冇多啲，即係有時候講好多聽到你冇講數。我係咁講喎，你冇多啲教我㗎了。刷電咧，佢講啊，喲，你講係咪是咩數？喲，驚人喎，真係。會使刷電咧。有啦。喂。我有拉俾人㗎了，佢困。啊，飲啲。record 時我講我都聽。這個即係兩個字，我甲你講，這個字我甲你講，我要去我係高等嘅位時，講佢哋另外號碼。對。你看到嗎？我看到，我就要看到一行入來，我叫咧 security 個人入去我車我。使要去揸伊，教要俾伊無去嘅。對，好一日啊！我去高等嘅，人哋抄嚟捶我咋？伊教我講啊 ，ma'am， ini orang balik lu tahu？ 喲！伊講啱呢啊，個10點半呢就，啊個10點嘅呢講，kat jaga pondok ele gate lah. But every half hour 行 around the compound， 我人嘅高等 compound 都是大。伊講伊行過，伊去數呢，行出來看到一個人坐去咧，高等嘅大門嘅位啊，迄個樓梯嘅位啊。一看就是一個人坐好邊啊，
所以伊要去找迄个，去找迄个人，伊要甲伊讲10点半了，你袂使入来，伊讲门锁了。伊家己讲，伊讲门锁了，伊家己实打起来讲，门锁安怎伊人会入来啊？哦。所以伊问迄个人，你爬过迄个门是哦。即一个人看起来啊，无因伊看，伊头起来啊，面对面甲伊啊。伊讲迄个可以做。看迄个人会出皮个了啊，淡个了啥一直敲呢？所以伊问看，你有咩代志啊？你有代志问啊？你甲伊讲阿爸爸啥？伊讲阿达喊。迄个人无伊摇头呀。所以嘛是家己着车机啊。伊走入去迄个教堂后尾去迄个神父的厝的位啊，去落门要叫迄神父出来啊。迄神父就换衫要困了，伊就要搁换衫，伊换伊衫都对要行出来。伊两人行出来，行去迄个教堂的面前，即个人无去。哟妈！先讲一个，搭一间，讲一个，面前个是倒落诶？无，我是去 KL 的 ，Brick 都。KL 搭路啦，搭一間。Brick 都啦。Brick 都咧啊，OK。我無去嗰邊夾要緊。即個我去嘅是英文加中文嘅。哦。Brick 都青子，青子係你一個 restaurant，破破厝嘅，大啲搬去到落去。浪多了，他那去Best Western Premier。我真suka食伊物件，無地去啊！我吹個久呢，吹無咧。我去對面，伊去 across the road 去 Scott Road 嘅位。是啊，我去吹，巴刀我去吹。但馬路人講你厝無去嘅。係咪厝無去？無是講伊貼去啊，貼去。有個。我人家同意。伊當然唔是做只水去啊嘛，當叫樣 renovated 了是有攤你使去吹啲 brush 唔是 adorable， 你去吹。我特擺個人講 brushes， 美國人講唔制搭自勁啦。John， 我甲你講過講貼厝頂嘛。你同埋講，別使講你 adorable 嘅 story。別使講一邊，特別我個萬一甲人講，我甲你阿 John 講有幾個厝無攤下面 ，actually 我貼厝頂 ，because 我 father 一個朋友嚇，伊買下一間厝，一隻班機呢，你知有？真正班機，了啊！哈咪說安尼班機賣互伊，因為哈你厝。你講啊，你講嘅貼厝頂是毋是人講啊？規間貼個了啊，啦拍日749日安尼。對，伊有做健身嘅，但係做咩健身我唔知。伊嘅厝頂規個了貼個了起來，互伊嘅日頭拍入伊嘅厝。特別係一間厝伊買啊，伊買 I think 10% of 佢嘅 cost of the house 呢 ，because 佢哋厝真啊濟年放空無人住了，無人愛買，係咪數得貴人買啊？就是有物件 happen 了，無人敢買，再要出名了誒。แล้ว我爸嘅朋友去買，嚇。你講了頭先。了時我爸朋友呀，都買起來都做起來攞牌就真貴。伊講係咪數下你厝安尼嚴咗滯哦 ？Because 伊買起來你厝嘅時，伊自己看哈，伊壁個啦擦黑色嘅。伊講無，伊講係咪物件無嚴，就是頭一條伊嘅壁擦黑，就是嚴了。伊講，了伊就。叫人來，特別就叫樣有做健身，叫人叫你西工啊，咪幾嚟個了，貼你厝頂要做一個 ritual 嚟啦，你知哦？แล้ว啊，就貼你厝頂起來拍了 ，after that 時，伊做到對你厝咯，做參做到對你厝，喺你厝都無做起只水嗰個 extend 個做個只水就對了，伊大概平安就過。
都冇數。多路位，到邊呢啊？邊呢？車抄行。喂，伊個咋？伊所以經處。喂，伊個咋？所以經處 haunted 咧。哦，呀，講下。伊阿妹咧，佢咧，特妹伊都有鹹邊，了伊特time伊後生不如個歲啊，6歲呢個6歲呢份特到老丁咧，你想往過去時咧，嚟大地講話嚟講話咧，伊見到老丁咧。伊個一人聽到伊個別人講話誒，然後是有成個是有兩個囡仔咧，到樓頂佚佗咧，伊人甲個一個第三個人講話誒。然後你去樓頂時，你甲囡仔講話，你甲每人講，你甲出去講話，然後伊人講，你係個一個查某在喺邊幫佢講話。所以喺一間厝伊大巴路嚟，I think 伊大1年啦，我伊大1年啦，伊搬出啦。伊講到有垃圾咩物件誒？呢間厝是有嗬 ，I think 你 entrance 就是講你大節含邊掉。哦，迄個物件，一個人啦，一個查某啦，嗰是一個查甫啦，然後你人嘅物件啦，還是一間厝有嘅一搬去，你直直含邊啦。看到一個人啦，你唔捌看過伊啦。但係啷講你定下佢講你伊讀後尾有寫物件嚇，我當今大咗一間厝啊，我係 basement 原本就係似嘅，我 basement 係。你是大伯咩？你是大厝？我大厝。因為 basement 嘅位所謂鳥幫住位啊，特別當然冇數啊，你話鳥大隻幫就幫曬幫佢行嘅鬼走去。伊我諗係伊下邊，伊是 actually 是冇幫行，即係家己行家己啦。你愛講係咪家己數位啦？特別伊我看袂出伊字，特別我 might try to 讀小字，可能我讀字咪少少我驚嘛。所以我大隻1年啊，幾10年啊，10幾年，特別伊嘅邊位要位食嘅作。寫字啫。哦。特別我 John， 你講咗比較嘢擦去。唔係啦，小姐講伊是阿毛灰嚟嘛，伊是 cement 嘅 basement 嘅之類嘛，嘅邊嘛。對啦，擦去啊嘛冇去咯。特別買啦，嗰度麻煩，嗰度擦幾錶啫，你擦一坑。阿 John， 阿家講啊，伊若是擦了，伊字嗰度堆嚟。哎呦，我老細老住啊！特別我冇去插伊啦，伊冇講有蝦米代志，我嘛冇去插伊咯。Because 我嗱拍袂掉啦，我插袂掉伊字，我 actually 我冇咩 try， 我 don't want to try， 我冇咩 try to。伊字是大字嘅事，伊字是大字嘅事。maybe 我使錯啦，可以看下啊。John， 你字先。我見到看者看有哦。買南西肯定啊！我買我看我勁買。咱刷表南西群咧，咱甲看。John，南西度面企下邊看到誒。乜嘢？南西度面企下邊看你字度，伊出對看到誒。啦，買講啊好。有時可能我哋啊嚇，能夠。阿 John 嘅定下耳朵呢個。家講嗰啲厝若是有鬼嘅啊，你拆伊厝頂破了，可以合熱。我古早我做工點聲，你知我走車走摩托，我人搭 trail bike 係咪啊？有一塊地咗，他那當今 develop 了，佢哋 around the area，but 佢哋一間嘅still standing， you know，because at that time 啊，伊呢出名冇半人愛伊地 around 嗰邊啊，所以 state government 啊，好人咯，好人 build 一個 motocross track 咯。如果係是 build motocross track， 你特別 flatten all the land and then 去俾沙嚟土呢起來做 the jumps and the berms and all that 嚟咋。但係我諗係俾起一個 motocross track 啊 ，1 week 會搞掂了嘅。特別即係位啊，
我人要入去嘅時，伊個甘榜嘅話，那有教我人講了，迄個一個，迄個一間嘅厝啊，伊唔是一間厝啦，伊是成個人嘅 temple 啊，你知？哦。講話那教我講亂忙去講嗰個 temple。我說我問話，蝦米事咧？佢咧 in the center of the track， 我若是無浪伊多，我未。伊 lab 嘅 measurement 無啱嘛。喺華那個講，幾個人要浪伊多，浪未多嘅呀。哦。所以我人嘛是叫伊 earth movers 嚟啊。我如果相信咯，得5頂嘅 earth movers 啊，我落去啊，伊個 key 啊，或伊個咧要去學嘢啊，會家己會 bend 嘅啊。個 engine 會歹嘅啊。哦。engine 啊，contractor 教我講，即係我人未做，我人未做。哇 ！Actually 啊，晴子，若是講安尼需要，你好好甲伊討啊，伊會學路，伊會指點路。好解叫。嚇，伊會指點路，安怎來刷？伊袂一個位，我大陸伊甲你講嘅，上個你在邊呢？我是迄個Kelawai Road 啊，咪有一個另外人講嘅喎。呀。我係你上海 hotel 裏邊啊，也是個嗰邊。對，他是跟個另外人講古早呀，嘛是要去，伊人嘛要去啊咧大間嘅 condominium 嘅事嘛，你嘛知搭一間我甲你講嘅咯。啊，然後伊人要刷伊啊，要浪多，唔是要刷，要浪多啊，本是要浪多，伊本真閒嘅那邊，到尾是。本是上咯，甲伊求咧，伊講 OK， 你袂浪到會使，但係你愛刷我甲出來，伊較早是甲內面嘅嘛，對哦。所以伊甲人講條件，你刷我甲出來，然後你就愛起先嘅，安怎甲我做了 OK 平安起去，安尼款，較濟樣會。阿公啊，迄個邊個人講嘅後尾古早是上海都 hotel 啊。對，伊有 basement 嘅啊。伊人講日本那點聲是幾個人就拍死咗邊，迄個地方都自家垃圾嘅。對，伊針頭啊邊嘅。呀，你等陣，停止你講你講安怎了？我去個 motocross track 嘅點聲，我做工嘅點聲，哎呀，戇歹，歡喜老咗愛走車呢。我無想甲安尼款，我迄個點聲我無去教堂，無安尼嘅。你做。In the end, we abandoned the project there. We built the track somewhere else. So,你懷疑講伊是有垃圾啊？還是係咪？還是真係奇怪？但係你講5頂嘅你叫咧，伊咧。我實咧還啊，佢咧根本教我人講了，真係借我人錢啊，要做未。Because the land is owned by a Chinese and he wanted to sell, he couldn't sell it. 你話你暗是另外人講嘅是係咪未？是鄧人嘅暗。And apparently 是成個死人經嘅呢，人死了。係骨灰。骨迄個棺材去下嗰邊係咪？哦，哇！安尼有當金嗰個掉啊，一間。I think still there. 哦 ，abandoned 啊 ，still 兩樣個。I don't know， 我睇下我無做工，我無走車，我無去嗰邊了。你是大邊定是大吉隆坡？哇，大吉隆坡。無，係你啱是到啲吉隆坡嘅。無，你啱是去 in the middle of in a rural area 啦 ，surrounded by 雲南嘅kampung 加rubber plantation 係咪？哦。Tapi totoo eh, kin Colombo ah. Hindi, kin Negri Sembilan eh. Oh. Yung mga ay kiyo ba dyan? Hindi ay kiwa may kiya lang parang sa mali check ah hogya hip sa. Lúc con à, John no ai kiya, lúc nào sẽ tuy này cao gap. Enough days ah, why cho lúc ki all these places. Yo kiya. Wa bu nai ki. John 是講爽呢，當時叫伊去嘅時，伊chicken了咯。就那咪條 get 就係咪叫？晴子你坐拍 golf 啊？我坐轉去時，我本來對。食定眼魚係對。但是講，你來啦，John，我坐你去 Kenneth Chase 去吹下你
grey 查某。阿毛鬼冇咩驚嘅，鄧人鬼嘅驚。阿毛都有啊，阿毛鬼鄧人鬼咪是啥？我都問講阿毛鬼冇驚，你 please 啊？嚇，是鬼嘛是鬼啊啦，鬼是鬼啊！特別我驚阿毛鬼，我是驚是你接鬼嘅。啊，等等，阿妹你對驚一叫 Bloody Mary 撒刀啊！哈咪鬼本唔使驚啦，係咪成日見面啊？嗱，成日見 Mirror 講見面撒刀，真是。誒，講隻新椒嚟啊，新椒。啊，對。新椒咩咩？入嚟啊咩 ？Hello， 你咩咩？冇名。你咩冧冧啊？我唔是冧啦。你咩啊？我唔制，我冇事。你咩冧？阿 John 你咩冧？而家我問下阿 John 好攞名啊？冇事嘛？你咪依咩冧阿 John？咁佢都白冧咩啊？我白咁配隻股了。哦，誒冧啊！嚟，嗱，你按照聽到邊啲學嘅咧，仲介紹你聽。我未記啊咯，我聽邊啲學嘅隻股啊咯。哦，人家股啊，人家股是幾年？應該是有2-3年啊。哦，2-3年啊，2-3年冇講隻股啦，10年就隻股啦。但係我有 download 到啲 from the start 嘅時啊。啊，baru start 聽起咯。聽了未？未個baru 聽個第60倍。哦，60咧對個動景片啊。對。諗你到底到落去邊兩個？我唔是諗。你叫你嚟邊兩學？你聽呢隻 episode 大家都唔制咩？我知，但係我笑冇。冇笑。咩笑？咩諗就跌啦。諗唔是聽個是諗。伊咪學咩諗，伊咩諗。Blue Flame。買啦，唔個死喎。好袂，你愛下咩名？諗你標。OK，諗，嚟聽我講，你最特別領到一個。係。古根燈。Julia Street。誒，我其實。古根燈 Julia Street。我真正未記領嘅落嘅咧，我未記啊。花蓮麼？地址古根燈阿妹一啲咖喱米嗰個味哦。有啊。係成日去。哦，你話對佢都未去食啊？古根燈嘅半個攤味哦。有真正係大碗有個老招牌㗎了。哦，會老招牌。所以其實嚟台灣。會使，我等咗1月3號啊。哦，你 before 1月3號時，你不使坐我去古根燈去食嗎？會使 ，anytime 都係。OK， 好。金配。啊，對，金配，阿你我冇去。嚇。哦，金配做辣椒冇去啊。對。金配生女。我甲你講，伊無來，我哋都做伊嘅。我甲你講。應該諗出邊諗嘅。是啊，我舊時嗰係叫 MC 去啊。嚇！做咩事做咩叫 MC？我冇 live 啊，我係 live 嘢㗎了。誒，後面你做咩嘢？是新車了嘛 ？New Year 個咪是個 New Leaf 咯。冇，I mean 咁配阿你是我阿未過 New Year 嘛。哦，你是12月31號嘛？安尼巴肚安尼夾合嘅。唔免啊，佢講流晒嘢啊，流晒啊，阿你都半日呸！我講你大聲啦，看聽到你頭嘅。伊聽無誒，表聽阮嚟。哦 ，OK， 佢聽到呢邊㗎嘛，佢看到呢邊㗎。OK，諗啊。是啊，安尼袂使去看面嘅。諗啊。AI 看到呢邊啊，當緊啦 video 嘛，諗。OK。冇啦，冇諗古根燈。唔要緊啦，我包一包試下，以後你食每樣就鬧嘛。有時。唔係。你去食車時就會咯。你去下咧就鬧咗時個免食咯，我食你份。OK 咯，會使。誒，我這香味哦。
我唔知喎。我想喎。OK， 王姐想。你啊，舊時咪bully我嘢啊。because John 伊講吼，伊真正安怎講吼，伊真正希望講伊會 join 咱一個安尼 big 嘅 family，because 咱真正 friendly 啊了，然後真歡喜嘅，反會講笑安尼款咯。笑哈。所以伊愛 join 啦，我講 OK 啦，冇問題啦，對。1月3號你咪來咯，你有人買來嘛？你就有人啊？我特別來1月3號。有人講你。係啊，後年啊。小 V V 娃娃。啊，小 V V 娃娃那象徵啊。表情。表情。你自己手抽臭㗎了啊，冇來嘅了緊啊。我猜我講別，冇本事表情，喺度表情。嚇？伊是愛講話呢，明顯。有陣時你去新加坡不要緊啊，是你驚有學不要緊啊，但是你實在哎呀，有可能被啊刀啊。OK， 來 OK， 林你講個古嘢告訴我，講我有冇聽？我冇笑打。這個 episode 我咪講喎，因為我一人多。你個結帳多處你唔敢講啊？冇，我一人多學得，因為我去 KL 去阿里 stamina 啊。你是嘟學得啊？間hotel。唔知啊，我唔知係咪學得啦，我接夠來哇，9日2了。哎呀，我看者你bằng。唔是你背記住你學得啊？咱學南西看。南西看嘅。哦。南西熟嘅。唔係南西未使講過行，冇對甩呢就是。我愛除對甩，一對甩多過靠喺度貓位陣一個接住。哇！你講啦，大隻勁啊！去我靠嘅。伊是講 YMC 嘟是哦。係咩名啊？係咩公司嚟？學路嘅 hotel 是多咗啲 account 嘅。我聽過嘅。哎呦，咯，點乜啲間公司做啊咯？學路做喺間公司呢？即係我看嘅哦。問佢你頭一隻條子，伊唔知。因為我一人大嘛，我大一人嘅環境嘛。我一人環境你話是咩多咗啲 account 本？伊個拗呢，伊個一個咧啲啦。有 plastic bag 也有啦。氹配咗環境。免有 plastic 也有。有咁乜青子嘅話講嚟白。青子你。阿公講條話講。我只係咁講嘅，我 sorry。OK， 你問。我聽咗講嘅 adorable story， 我真係 curious。我俾聽本。其實 offline 咯。OK 啦，要打下。打拉俾人講。啊，要打啦，再講嘅使教人講，要打啦，再講嘅使教人講。阿 John 冇去嘅。啊，我對嚟啊。阿 John。係咪我哋？阿 John 我哋啊。嚇，Gigi。間接 line 正差，講真，間接 line 正差。猜點啊？啊。猜點啊？你有幾告訴你講？你冇講到。我知咧。唔是講只見啦。我 adorable 係咪只見？被看到啦，入邊是多可環境入邊咯。我會做插頭啊，爭落嗰個直是換落熱。我去做工呢件事啊，要換位。你插頭換位？會插頭。但係我可能看你插頭。多環境我環境之類嘅。OK。咩聽啊 ？Sorry 啊，我環境都冇亂。我喺這裡插頭啊。係咪插頭？係咪插頭？插頭電插頭係啊。OK。插頭好，要試擺個試你啊嘛。我頭俾你好，我小朋友試插入下俾嘅。係住地度料嘅，頂下一粒咧我係我是話佢 laptop 嘅，然後我早起我去做工嘅時啊，我哋偷係 laptop 嘅，
然後燒掉嘅 back 去做工咯。邊陣時候我開個 laptop，我插接去時候，咦，頭頂係就一張嚟一頂嘢。Yeah，你人嚟你幾人大？還是有人較大？你去去叫嘅房間哦。有別人大。係咯。你別人大你處。是咯，你家己一人大，是甲別人大？你有請人？我係 housemate，但係冇 housemate。冇。你冇請人住頭卡上去冇？我攞擺啊嘛。哦，我就有啊 ，guarantee 有啊 ，guarantee 有啊。ini guarantee 有咩 ？guarantee 有咪叫垃圾啊？冇啦。because 干了 ，because 呀，伊要互你知，伊是要互你知呢，伊人了呢，伊唔是人了。伊是聽啥 like 你 housemate 啥 like playing prank on you 呢款。把你鬼不好了哦，自家一點哦，我厝這隻問題哦。哦，而家係咪是講啊？我學校開會嘛，迄時我嘛是我開學校會，我學校有幾若趴會嘅，我係八條迄邊㗎。所以我咪OK，迄時咧我就決定開一趴，我咪開我嘅妹阿妹迄趴，我特登是開妹迄邊㗎嘛，我妹迄邊㗎，所以一道我咪開，我是開我嘅 garden 迄邊㗎。所以我開了哦，了我嘛走去樓頂咯，了半差唔多12點開，我就我啉水，แล้ว行到對落去咯，行到落去經過吼，因為我喺厝內邊會看到我嘅 garden 咧就看跳口嘅，我特登坐迄個位啊，我特登坐迄個位看到嘅嘛，所以啊，佢哋火就冚去哦。Yeah， 你特別，你嗰邊幾時電到你電視機，嗰陣是電嘅。因這咪是我講聽，是我捌看咧，迄個 ghost investigation 嘅 show，因講伊嘅迄個 frequency 遐，加你幾個 frequency 較晏，所以伊會影響伊咪用咧這力，你知道？伊咪用咧這力來寫講伊要做物件叮當啦，但是你後啊叮當還是舊衣叮當嚇，因特別出隻這力啊，伊個會transfer 樣嘅 energy 過去迄個 physical 嘅 world 啊，人嘅世界就，真係是用通過人嘅網啊，還是有咧電啊，會你啊，你是樣較硬體，學你再講有啲。伊 energy 就伊 energy transfer 可以啦。那是講伊插頭換位咧，有時間。係咪講過佢知道？係啊，在啦。七點蚊。個。七點蚊都講先啊，聽冇明。sorry，個我講話係七頭話會啊嗬，แล้ว個一擺個，佢一擺你就做我毛鬼殘啊！是半暝時，我吹淡啊，我房間無水，我落去樓下我飲水咯。แล้ว我行，因為我這時係這是 duplex 嚟咗。แล้ว我起來時我過我係聲嘛。แล้ว我係包嗰啲係，我係包嗰啲唔會冚掉嘅嘛。แล้ว我suddenly有一聲。有人看每一聲爾，特別真係大聲。伊不是大，還是？這是多少邊個？個邊內面咯，冇我到 KL。就是佢一個月內面一條路就可能嘅外厝。有物件？唔知做咩事咯，然後唔知佢一個月然後早兩個8個月時，然後過到幫個冇物件點咪啊？冇下面啊？我咧有隻冇隻啦，學你知啊，學你知。你記定當時我就聽我未其實最了，我就嚟聽趙文上伊嘅厝，伊講伊係鎖匙嚇，伊鎖匙伊好像扯起來是伊走去無上位去，然後有一道是伊嘅咧門家己鎖去包括你嘅門。但係講學你知講。特別無方面嘛，你該 acknowledge 伊就使誒。係。而且我不是我無講有驚啊，啥物事奇怪啊，就是計漏咗。啊咪你嘛先咧別見咯，個朋友。OK，我被調彈啦，
你我是打了加工在教我人講嘢 ，sorry。等陣我特別冚你毛毛菇接啊，我特別冚起你就亂一聲。OK， 就人咚咚咚嘅 message 咧大聲啊，我聽到。我。南西。南西講可以啊。啊。แล้ว小蛋嚇。加工都有。加個有啲個，特別我唔係加個。有啲，等陣可以冚後先。會是你 episode 講。冚起來咧，我係聽。後尾條episode 是 spoil 咩時點啊？對我講真㗎。嗱，當特別等啊，我愛聽好嘅故事特別等咯。OK，各位聽眾。今時今日學嘅節目，即係呢禮拜咧，我嘅特別嘉賓就真係最近咯，就有老椒咁配啦，係條馬啦，豆嘅冇講掉啦，然後個南西啊，然後個拜拜。另外，故事正樓冇講掉，接住。加工咯，日本拜拜。冇講日本，然後是個有我疼咧，我疼過來就7號，然後個柏林。青枝，佢就講啊，個大媽咧藍藍咯，藍。新椒，新椒藍掉 ，OK， 藍椒，咁咩人睇聽啊？叫藍椒，藍 OK 嘛 ，Q 哦，藍出面嘛。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啷下禮拜個都係聽我新嘅話題，加愛佢聽我講鬼嘢教授，感謝。不單係講鬼教授，你俾參加不啦？講你就去邊啲學見網頁會看你 你 Google Plus 嘅 page 會，去你邊啲學見 Google Plus 嘅 page，然後 at 你邊啲學見嘅 page 啊，唔是我嘅 personal 嘅，แล้ว我當地係at 佢即係做戲時，都就係嚟參加個講鬼教授啊。OK， 感謝禮拜跟嚟再見佢，拜拜，各位講拜拜。我轉嘅一個鬼錄得對嚟啊嗬。OK，再講，咩講？阿 John 唔是講，甲bạn甲講嘅。Still live。啊？健身講了個，哎喲，講了健身後先，講健身先 ，OK。唔係啦，唔係，把你講啦。唔使，咱特別聽，咱特別老掉。唔使，等陣3點要食咖喱。不要緊啦。我聽咧，就講嘅 adorable story。特別講嘅健身嗰個。啱講，把佢好聽。啦，真係變態。你講我啱，講嘅12點。讓想個 idea 特別 to work for it girl OK OK 我當見琴日啦講佢健身嘅事啊嚇我見青枝加加工都會參加健身啊，係啷搞講數 OK 哎呦係咪比賽聽啊當見做健身係咪是健身係咪 topic 嚟That's why 你別特別聽那個係多掉啦OK， 你係咪你 adorable 咧？係嘛 ？adorable after 我講健身。3點鐘後你夠聽聽。我同講嚇，冇啦，唔是3點。哎呦，點半鐘。你美國啊會啱啊？係啦，點半鐘。我估咧我確定你走了。哎呦 ，the next too young。啲愛慢來嘅係細聽誒。啊，你會試下浪仔 ，OK， 我琴日當見，再講琴日走，再講琴日。再講琴日走啊！健身啊，當做 ，OK， 拜拜。特別病嘅書